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进入路加福音第30天的共读。昨天我们看到是路加福音从15章浪子的比喻一路来到17章，耶稣所讲到饶恕得罪你的人，并且讲到信心的能力，如何去饶恕人，还有讲到仆人的本分，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是应该的。我们从17章也看到耶稣继续往耶路撒冷去，经过了撒玛利亚，来医治那一些长大麻风，却只有一个外邦的撒玛利亚人回来归荣耀给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路加福音的第17章的后半段。有一遍，一寡法利赛派的人问耶稣：上帝国什么时会来临？耶稣应讲：上帝国的来临，不是人看会出来，嘛无人会当讲你看伫遐，也是讲你看伫遮，因为上帝国是伫恁中间。耶稣就对伊的门徒讲：日子得要到，恁想要看恁主来临的日子，连一日嘛看袂到。有人会甲恁讲，你看伫遐，还是讲你看伫遮，毋通出去，嘛毋通缀因去。死若对天这边死，照到天迄边，恁主伫迄日嘛会亲像安尼来临。不过伊一定着先受真侪苦难，搁互即世代的人拒绝。恁主来临的日子，会甲哪啊的时共款。迄时人照常啉食过带，一直到哪啊入去大船迄日，大水到甲因拢消灭。迄日嘛甲路得的日子共款，人照常啉食买卖种作起厝。毋过路得对所多玛出去迄日，对天有落火甲硫磺，甲因拢消灭。恁主显现的日嘛会亲像安尼，迄日伫厝顶的毋通落来摕厝内的物件，伫园里的嘛毋通倒转去，就会记得路得的某所拄着的代志。所有想要保存家己性命的，会丧失性命；所有丧失家己性命的，会得到性命。我甲恁讲，伫迄暝有两个人困同一顶眠床，一个会受带去，另外一个会留地。有两个妇人做伙伫画石模，一个受带去，一个留地。门徒问耶稣讲：主啊，会伫倒位发生？耶稣甲因讲：尸体伫倒位，秃头因拢会牵我去遐。有两个人伫园里，一个受接去，一个留地。好，那今天这段经文，17章的后半段，是另外一个法利赛人来问耶稣：神国何时来到？和神的国几时来到？现在中文译本翻成上帝的主权什么实现呢？所以神的国是指上帝的主权。那是用眼睛看的呢，还是用心灵去感受呢？耶稣说上帝主权就是神的国，不是用眼睛，这个眼睛是指我们肉体的眼睛，不是用肉眼看得见。没有人说看神国在那里，或看神国在那里。这是耶稣的回答，因为神国就在你们心里。和合本的翻译，现在中译本说上帝的主权在你们心里哦。所以神的国 Kingdom of God 不是一个我们用想象出来的画面，而是指上帝在我们的当中来掌权所以上帝的主权就是一个神的国的一个代表的意义。接着耶稣对门徒，前面是回应法利赛人，后面是对着门徒说你日子将到，你们渴望能看见人子当权之日，就是神的国临到，就是人子的一个日子这个日子在原文是复数，就是指人子的一段时间。这些门徒呢都渴望看见，却见不到，就是这个人子掌权是会将到，或是将来必定发生。但是呢，这些跟随耶稣的还没有办法见到。有人会对你们说，看神国在那里，
或是说人子在这里掌权，或看人子在那里掌权。但是当你们听到不要出去看，也不要追随他们，因为耶稣在预告门徒，他要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甚至当他离开门徒复活升天之后，会有很多人冒着耶稣的名，但是耶稣已经预先告诉他们，人不是用眼睛看或是耳朵听去追随人子的来临，而是要在你们心里好，所以前面说是上帝的主权在你们心里，所以要按着心里面的什么呢？心里面的那一份感动来判断，好，来知道是不是上帝的国主权，好，神的国临到。神的国临到像什么呢？24节，像闪电横扫天空，从天的这边照射到天的那边。人子的来临也是这样，所以神的国来临，上帝的主权来临，好，有让我们几个好可以跟闪电好来联想在一起。第一个闪电就是突然发生，好，闪电好是很快的，好，速度非常的快。那通常闪过去之后呢，这个雷声才传来，好，所以这光速比音速还要快。第二个闪电呢，好是不论你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看见，好，这个四面八方的都可以看见，所以神的国来临是同时可见的。第三个闪电呢，好，没有人办法去预测，好，它会从什么地方出现，所以是无法预测的。所以骤然发生，同时可见，无法预测，这也是神国的一个特性，像闪电一样。人子来临的日子，就是耶稣掌权的时候，也是这样。好，但是提到这里，耶稣又回去讲到他自己，他必须先受许多苦难，被这时代的人弃绝。好，所以耶稣很清楚知道，神的国来临，他必须要先完成他当诸般的义走他必须走的路，必须背起他的十字架，完成神天父所给他的托付还有使命。而这个被弃绝的过程呢，就像挪亚的时代，所以这里讲到挪亚，人子的来临就像挪亚被当代的人所弃绝。好，那时代人照常吃喝嫁娶，到挪亚进方舟那一天，洪水来到，连下40天，把他们都消灭。好，但是我们要知道，挪亚造方舟从500岁造到600岁，100年的时间，好，却在40天里面的雨水呢，好让这个审判来到，好让人要悔改，好已经好像是求救无门。人子的来临，第二个又像是罗得的时代，一个是创世纪第7章，一个是创世纪第19章。罗得那时代的人吃喝如常，买卖如常，耕种也建造。但罗得离开所多玛那一天，火和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都消灭了。人子显现的那一天也会这样。所以创世纪19章在这个发生之前呢，其实18章亚伯拉罕在和上帝亚伯拉罕和上帝在这边讨价还价，说如果那个地方有50个义人、45个义人、40个义人，其实我们看到最后就是只有一个义人，哪怕就是只有一个义人罗得上帝都会搭救好，但是耶稣继续呢，可以对照是在马太福音24章23到28节，还有37到41节。那一天在屋顶上的，不要下来到屋子里拿他的东西。那一天是哪一天？就是人子掌权那一天，其实就是人子来临的那一天。好，甚至预表就是在末世审判的时候。同样在田野工作的也不要回家，要记住罗得妻子的遭遇。好，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国，所以他还在留恋所多玛、俄摩拉，还在留恋这世上的一切，却没有看见在前面神的搭救要给他带领进去，是那个活路永生的道路。那想要保全自己生命的，要丧失生命；那失掉生命的，要保存生命呢。
所以这是路加福音当中的一个提醒哦，就是要救自己的就要丧失自己的生命。所以告诉我们说，不要像罗的妻子想要保全世上的想要继续留恋世上的，因为呢在人子掌权的时候，世上一切呢都经不起人子审判，或是经不起这个上帝的审判。而耶稣告诉门徒，那一天夜里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上，一个被带走，一个留下。好，什么时候是两个人睡一张床呢？好，指的应该是指夫妻，有可能连这么亲密的夫妻关系都会因着神的审判被分开。两个女人一起推磨，一个被带走，一个留下。那可能是姐妹或是婆媳，不论他们的关系有多么紧密，但是呢，也会因着人子的审判，也会被分开。门徒问说：“主啊，这些事会在哪里发生呢？”耶稣回答：尸首在哪里，秃鹰也会聚在那里哦。那这个尸首在哪里？好的，秃鹰也会在哪里？意思就是说，这些事情会有征兆。这也是马太福音24章所说的，要会观察气色，要会看天象，要会看征兆。因为呢，这些都是有一个预兆来临。所以路加福音是说，当有看到一群的秃鹰在空中盘旋，秃鹰它不会没事在空中盘旋，但是它盘旋的时候代表那边有猎物，那个猎物呢，秃鹰通常不抓活的，秃鹰都吃那个死的尸体腐烂的尸体。所以当秃鹰在盘旋的时候，就知道那边是有死尸。同样的，当有征兆出现的，那就是神的国临到。那征兆出现呢，就是有这些的灾难临到，所以和马太福音24章对照，就是指这些的灾难。所以透过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来思想神的国降临，不是用我们的眼睛去看，神的国降临是我们不断的操练我们的内心，去感受，借着圣灵的帮助，不是用听来的，不是用看来的，而是用神的话去明白知道，这就是神的国临到。同时也让我们知道这个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有关系，但是我们不要依赖世上的关系，即便再亲密的关系，在上帝的审判当中，这些关系都经不起上帝的审判，上帝要一一的审判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透过今天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国不是凭眼见，而是凭信心。这份信心是按着上帝的话，圣灵的帮助，在我们内心所建立起来的感动。那么明白神的国是将要来到，而且人子掌权的时候，也要像挪亚的日子，也要像罗德的日子。让我们不要贪爱世界，也不要像罗德的妻子，手扶着篱却向后看。让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直到得着上帝从天上召我们来得的奖赏。愿上帝的话语帮助我们，更使我们有智慧。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愿神祝福大家平安。